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嘛是社会大众真瞩目的新闻。这个医学会执行长王必胜和周刊来压料，外口有小三。这个代志过12天了后，王必胜甲伊太太做伙来接受到周刊的专访。王必胜是甲太太来道歉，前后道歉误解。王必胜嘛解喙咯，承认甲迄位林小姐有无应该的关系。王必胜的太太面对着翁婿伫外口有查某，伊讲对伊的伤害真大，到即摆也未原谅伊。卫福部长陈时中今仔日访问到这个问题，嘛替王必胜来讲话，希望社会大众给伊一个机会。第一线防疫现场，总是会看到指挥中心医疗应变小组的副组长王必胜的身影。过去因为抗疫有成，被外界称之为拆弹专家。因过10月底有这个婚外情风波了后，和这个抗疫的形象有一缘阴影。王必胜伫第一时间透过面册写讲，其中有误会甲个人的错误已经甲厝内人讲清楚啊。因过经过12天了后，王必胜甲因太太做接受周刊的专访，和这个真相更较清楚。依照周刊的报道，王必胜为一开始讲是误会，到后来承认甲姓林的护理师有无适当、无应该的关系。有关目前双方的关系，王必胜伫访谈的时表示讲，两人已经分手无往来啊。当时周刊翕到王必胜甲林小姐做伙带囡仔出去佚佗，王必胜事后表示讲，囡仔是林小姐甲前男朋友所生。因过专访的时，又佫讲无否认甲这个囡仔的关系。尊重林小姐无想要公开讨论囡仔。王必胜太太嘛头一摆接受周刊的专访，伊强调讲，毋是要甲大家讲我原谅阮先生，恁嘛要原谅伊。抑过会安怎做是个人的隐私，无义无家无熟悉的人讲。当时对着王必胜这款婚外情的风波，王太太嘛强调讲，我到即摆也未原谅伊。代志发生后的第一时间，卫福部长陈时中身为王必胜的长官，家人家问一句讲，敢有甲太太讲？当然有跟我报告过相关的一些事情，不过我觉得已经有对相关的这样媒体大家来就说，等于就是说来澄清或者来说明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应该一个机会，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回归常轨。陈时中支持部署，说来议员会将重要的防疫工作交予伊，若有关家务事，就只能靠王必胜家己去处理。